有坊會喺街頭收集居民簽名，期望當局喺沙梨頭興建行人天橋，回應居民訴求。沙梨頭坊眾互助會話，舊年本澳發生多宗致命交通意外，造成19個人死亡，其中2宗發生喺沙梨頭區，2人不幸死亡。而今年亦都發生1宗致命交通意外，一名14歲女學生懷疑喺斑馬線前被貨車撞死。有居民話，區內交通複雜，長者比較難過馬路。而家1、2、3、4邊行得，嗰啲顧唔到，佢就過都顧唔到。如果好似我咁大嘅肚啊，或者嗰啲老人家，如果行嗰啲即係冇天橋嗰啲咧，好辛苦，真係好辛苦。車啦又多啦，人又多啦，人車爭路啊，即係好危險。坊會話，區內現時每日都有大量車輛行駛，交通情況比較複雜，期望當局可以因地制宜，尋找適合嘅地點興建行人天橋。咁我哋當時亦都提到咧，話可以借助呢個咁嘅私人發展嘅機會咧，可以讓出一啲空間咧，係做一個落腳點嘅。當然呢個咧，亦都係要顧及嗰個私人發展商嘅利益啦。咁但係我哋都要覺得喺嗰個公眾利益嗰方面，同埋嗰個居民安全呢方面咧，係應該係要優先去考慮嘅。坊會將會1連2日發起簽名行動，並將收集到嘅簽名交俾政府，又期望當局落區了解居民訴求。澳門電視台記者曾正儀報道。